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3月2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以西结书33章第10节到16节，启示录第11章11节到19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责任。前无偌久，咱有分享到讲你是怎样的基督徒？是毋是真做一个有呼召的使徒，或者是永远对当行的信徒，或者是世界流浪的，也是一种消费型的基督徒？伫民主体制中间，有真侪人爱讲权力，也是权利，但是却袂记得伫民主制度的中间，搁较强调的是责任甲义务。其实这两件代志，权力甲义务必须爱平衡啦吼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咱必须爱思考的重点是责任。这是基督徒蒙福的一个真重要的条件。咱通常会讲到信仰的时阵，咱会讲人甲上帝的关系拢是个人的，毋是依团的关系。基督徒的责任嘛是安尼，是个人的。以西结书安尼讲。上帝对我讲，伊讲：会受难的人啊，你着爱引用以色列人常常讲的话，讲我的罪恶过犯，好若亲像担缀伫个身躯顶，阮渐渐来消软，怎会当活落去呢？着爱甲因讲。我志愿的上帝指着家己永远的性命来救助，我无愿意看见罪人的死亡，宁可看见因改过来存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着爱悔改，爱离开邪恶的行为，恁怎样会死亡呢？所以会受难的人啊，都爱甲以色列人讲：好人犯罪，伊对古早所做的好事就袂当救伊；歹人改过，就无搁再受到处罚。好人犯罪，袂当得到饶赦。就算是我永远好人，伊一定会活落来。如果伊家己已经做到好事了后，才开始犯罪，我决断无纪念伊进前所行的好事，伊一定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。就算是我经过歹人，伊一定会死。如果伊会当改过，伊会当因为家己的罪来死。就算我已经经过歹人讲，伊一定会死。如果伊改过，做公正的事，亲像将抵押的物件来还人，将偷来的物件归还予原来的主人，伊改过，遵行赐活命的法律，伊就会当存活，袂抵到失无。我要赦免伊所犯的罪，伊一定因为家己迄个公正的事来存活。对伫信仰的角度来讲，一个蒙恩得福的基督徒，必须爱是一位愿意认罪，会通倒转来上帝的人。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所讲的：如果咱讲家己无有罪，
就是欺骗家己。真理就甲咱无有关系。如果咱上帝认罪，伊是信实公义的，伊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去咱所犯各种的过犯。如果咱拢家己讲家己无罪，等于将上帝当作欺骗者，伊的道路就甲咱无有关系啊！这是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8节到第10节的经文。这会通讲是基督徒的责任啦吼，咱必须爱家己去面对上帝，去面对咱的生活，去跟对上帝的脚步，行伫上帝的道路。就好像亲像以色列来上帝的话，甲以色列人所讲的，伊讲，着爱甲因讲。我至高的上帝，指着家己永远的活命来救助。我无愿意看见罪人死亡，宁愿看见因改过来存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着爱悔改，爱离开邪恶的行为。恁敢会死亡呢？坦然面对上帝，对付家己的软弱甲罪，是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得福的唯一的方式。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上帝伊的恩宠，是因为伊无爱有人沉沦。伊爱人人拢得救。基督教的信仰真强调家己甲上帝迄种的关系，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8节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因，叫一切信伊的未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因为上帝找伊的囝降世，毋是要爱定世间人的罪，乃是要爱叫世间人因为伊来得救。信伊的人无互人定罪，毋信的人罪已经定啦。因为伊毋相信上帝独生囝的名，只要相信的人就会通得到着永生。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爱负起家己的责任，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来跟对上帝的脚步。今日的启示录的经文也提到国人伫救恩顶悬这件事，要安怎做啊？吼，约翰安尼讲。迄伫上帝的面头前，坐伫家己的位的24个长老，拢拍拜伫涂骹，敬拜上帝，讲：早伫地，今伫地，全能的主上帝啊！愿感谢你，因为你运用你的大权能来统治列国，就掠狂。但是你的义的受气临到啊！时机已经成熟，世人要受审判。你的仆人先知，你的子民，甲所有敬畏你的人，无论尊贵卑贱，拢要得到奖赏。遐会毁灭大地的人，要受到毁灭。约翰提到讲，你的子民。就是咧讲基督徒，遐相信的人，无论尊贵还是卑微，拢要得到奖赏，拢要得到救。基督徒千万毋通只有求家己的利益，应当爱看重家己的呼召。
需要伫教会内底担起咱家己的责任，爱知影着爱遵守诫命，遵守教会规范，着爱会晓付出，互人得到利益，着爱荣耀上帝的圣名。诗篇130篇，上帝啊，我对深恩求叫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，上帝啊，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听会掉？总是你会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帝，我仰望你的话，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。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。以色列人着仰望上帝，因为上帝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，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会通明白家己的责任。伫教会内底遵守伦理的界线，无叫阮成做迄个只有消费的人、享受者。互阮伫教会内底成做一位会通互主所使用、贡献家己、荣耀上帝的名的人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